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日要讀嘅經文係記載喺出埃及記第2章第1至到第10節，請聽我讀出。有一個利未家的人娶了一個利未女子為妻，那女人懷孕，生一個兒子，見他俊美，就藏了他3個月。後來不能再藏，就取了一個蒲草箱，抹上石漆和石油，將孩子放在裏頭，把箱子落在河邊的蘆荻中。孩子的姐姐遠遠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麼樣。法老的女兒來到河邊洗澡，他的使女們在河邊行走。他看見箱子在蘆荻中，就打發一個婢女拿來。他打開箱子，看見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憐他，說這是希伯來人的一個孩子。孩子的姐姐對法老的女兒說：我去希伯來婦人中叫一個奶媽來為你奶這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兒說：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親來。法老的女兒對他說：你把這孩子抱去，為我奶他，我必給你工價。婦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漸長，婦人把他帶到法老的女兒那裏，就做了他的兒子。他給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說因我把他從水裏拉出來。今日嘅講道題目係從摩西看神怎樣預備他的工人。將時間交俾李志峰牧師。唔該晒，係弟兄姊妹平安。咁咧係睇翻咧係出埃及記嘅信息啦，去到第2章啦。咁咧見到咧係一個嘅主題咧，就係上帝點樣去預備人去服侍佢咧。嗱，我哋成日都聽呢句説話㗎。十年樹木就百年樹人。嗱，要栽培一個人咧係成才成長，真係要花咧係好多嘅時間，好多嘅心血。嗱，喺聖經我哋見到好多嘅例子，神真係用好多嘅心血時間嚟到預備一個人咧係成為佢手中合用嘅器皿。嗱，摩西就係其中一個咧係好好嘅例子。嗱，今日我哋睇睇上帝究竟你點樣預備摩西㗎？嗱，首先我哋見到咧係上帝為到摩西咧係預備咗幾個嘅女人喎。嗱，咁俗語都有云啦，每個成功男人嘅背後都有一個嘅女人喺度咧係撐住佢嘅，贊唔贊成啊？我好贊成啊！嗱，我哋見到咧係歷史上真係有無數嘅例子講明咧係冇女人嘅努力同埋支持，男人係好難成功成才㗎。嗱，無可否認咧係姊妹喺好多嘅方面都較咧係弟兄優勝㗎，特別喺人際關係方面嚇。嗱，而摩西嘅成功咧，真係要多謝幾位嘅女性。嗱，第一位咧就係敬畏上帝啦，不畏強權嘅收生婆。嗱，當法老王下命令要嗰啲嘅收生婆將所有以色列人嘅男嬰殺害之後，收生婆因為咧係敬畏上帝就冇按照法老王嘅吩咐而去做。反而咧係存留咗男嬰嘅性命，所以咧係摩西條命先可以咧係保得住啫嘛。嗱，聖經咧係特別提到咧係兩個收生婆嘅名字，記唔記得係邊兩個啊？施弗拉同埋咧係普亞。嗱，咁好相信咧係佢哋咧係幫咧係摩西接生㗎嚇。咁第二位嘅女性咧係摩西嘅媽媽約基別。嗱，呢位嘅母親我哋話好偉大，點解啊？因為咧佢係冒死
生養孩子喎。嗱，約基別同埋佢嘅老公暗蘭生咗摩西之後，就暗地裏就收埋佢，係冇生命嘅危險，收埋咗幾耐啊？3個月咯。嗱，佢哋咧係日日咧係心驚膽戰，點解啊？因為咧係佢哋驚咧係遲早有一日呢個嘅仔係會被人發現，嗰時就不得了啦。嗱，因為唔理會咧係法老王嘅命令嘅結果係點啊？肯定咧係兩公婆都要死咯。咁啊，令到其他嘅孩子成為孤兒嘅喎，好得人驚。嗱，仲有咧係約基別咧係獨具慧眼。嗱，當摩西出世嘅時候，聖經話母親約基別見到摩西俊美非凡，即係咧佢從上帝嘅眼光，憑着信心去睇呢個嘅細路，哇！佢係唔平凡噶，將來咧有好多大事上帝要去做噶，所以咧就將佢咧係收藏起嚟。嗱，摩西的而且確咧係一個咧係好特別嘅一個嘅細路。按照咧係猶太人歷史學家約瑟夫咁嘅記載嘅。佢話咧係摩西真係一個咧係好靚嘅一個嘅細路仔。當咧係奶媽帶佢去行街嘅時候，好多人都會咧係停下嚟就去睇摩西嘅喎。佢又係一個咧係好特別聰明嘅一個嘅細路仔，學嘢比人咧係學得特別快，亦都係好勤力。嗱，有一日咧係佢嘅養母啦，法老嘅女兒啦，就帶佢去到咧係父親嘅面前，就求咧係法老王讓摩西咧係將來咧係繼承佢嘅皇位。咦？法老王同意喎，跟住咧就法老王咧就開玩笑式嘅就將自己嘅皇冠就戴喺摩西嘅頭上。咁摩西呢個細路仔咧，就一手就拎起嗰個皇冠就抌落地下。喂，咁旁邊站着嗰個嘅埃及呢個嘅官員學者就話啦：哎呀，法老王呢個係一個嘅徵兆啊！如果唔即刻咧係殺死呢個嘅細路嘅話，呢個細路將來係要帶俾埃及國無窮嘅災難啊！哇，咁法老公主咧係即係個女兒啦，即係公主咧係聽到之後，即刻就搶住摩西咧就抱緊喺懷中，就哀佢爸爸，就話咧你唔好理會咧嗰個人所講嘅説話嚇，千祈唔好殺我個仔摩西。嗱，咁摩西長大之後咧，佢真係好威猛㗎喎。歷史學家話咧，佢做咗咧係埃及最偉大嘅將軍，而且咧係遠征埃提亞伯，即係而家嘅埃塞俄比亞。佢係咩啊？凱旋而歸啊！所以咧係當摩西出世嘅時候，母親約基別，佢係憑着信心去睇呢個細路仔喺上帝嘅手裏邊，將來係絕不平凡嘅。所以咧係冒死都要保住摩西條命，係收埋咗3個月。但係咧係呢個細路仔嘅哭啼聲嘈吵聲隔離鄰舍全部聽到噶嘛，隱藏唔到啦，先至將摩西咧係擺喺一個嘅唔入水嘅蒲草箱入邊，就放喺尼羅河上邊嗰啲嘅荊棘嗰度希望卡住咗唔好咧係衝落呢個嘅河流啦，就是衝咗出去都讓佢咧慢慢嘅順流而下啦。嗱，咁我哋好奇怪㗎，因為我哋睇聖經就話，咦？點解摩西之後法老女兒去收養咗個喎？點解係由呢個嘅親生媽媽去養大嘅？咁樣好特別係咪啊？咁我哋一路睇聖經就發覺啦，係呢個係上帝嘅奇妙安排。上帝就專登安排佢嘅親生媽媽約基別就成為咗摩西嘅奶媽。所以咧係摩西自細係咩啊？受到自己親生媽媽嘅教導，係接受咗咧係聖經嗰啲嘅價值觀。所以係雖然咧係摩西喺皇宮生活咗40年，佢係冇沾染到咧係埃及嗰啲嘅惡習㗎，係冇受咧係埃及嗰啲嘅俗世流行文化所影響㗎，就冇好似咧係埃及人一樣咧係拜偶像㗎。
亦都咧係冇咧係即係好似埃及嗰啲嘅富有人咧，係沉醉喺享樂之中㗎。完全就係因為咧係約基別嘅教導咯，所以咧係希伯來書11章25至26節咁樣記載。摩西係寧可同神嘅百姓係同受苦害，亦都唔願意享受罪中之樂。他看為基督嘅凌辱比埃及嘅財物更加寶貴，因為佢渴想嘅期望嘅係將來上帝為佢要得到嘅獎賞。其實咧，我哋話咧係摩西咧要佢放棄咧係埃及皇宮嘅生活，係一啲都唔容易，對唔對啊？因為咧係摩西能夠係被稱為法老女兒嘅兒子，根本已經係一件咧係極之困難嘅事啦。佢原本唔係咧係法老女兒所生噶嘛，只係咧係法老女兒喺河邊執翻嚟嘅一個嘅奴隸嘅養子嚟啫嘛。所以咧係呢一個嘅希伯來人之子要咧喺皇宮係受到其他人去接受嘅話，佢要自己咧係咩啊？有真才實學，即係要有本領咧，要人哋去接受噶嘛。所以咧係聖經話咧係摩西係咩啊？能夠係學咗埃及人一切嘅學問，說話行事都大有才能。所以咧係令到佢嘅養母即係法老嘅女兒係好樂意嘅，係接受咧佢係自己嘅仔啊嘛。仲有咧係因此緣故咧，將來摩西係能夠咧係成為法老家族嘅成員，即係佢可以咧係進入統治權力嘅核心啊嘛。哇！咁樣嘅前途，咁樣嘅機會，嗱，對任何人嚟講咧，都係非常之吸引噶嘛。嗱，呢一個嘅細路摩西係希伯來嘅男嬰，係應該就係要死嘅，而家係竟然間係咩？得到咁崇高嘅地位，咁好嘅機會，我哋話咧係人都會珍惜噶，對唔對啊？仲有嗰位亞伯拉罕以撒雅各嘅神嗰啲所謂嘅應許之地等等，嗱，對當時嘅摩西嚟講係好遙遠、好遙遠嘅事情啊嘛。但係我哋話喺佢媽媽約基別悉心教導之下，摩西能夠係從心底裏邊做出一個係好合乎上帝心意嘅決定。嗱，而呢個嘅決定係從因着信而嚟噶，而呢個嘅決定就為到摩西帶嚟咗一個嘅好特別嘅選擇，就係揀選上帝而唔揀選做法老女兒嘅兒子。佢去站喺上帝嗰一邊同佢嗰啲嘅以色列人一齊受苦都唔願意將來咧係做皇帝去享福呢個就係摩西嘅抉擇。話俾我哋一個咧係好好嘅激勵對唔對弟兄姊妹？我哋都應該好似摩西一樣，因着信去揀選上帝，揀選主耶穌，而咧係唔做法老女兒嘅兒子，即係話咧，我哋唔做咧係世界之子、屬世之子。嗱，記唔記得咧係我哋受浸嘅時候，我哋做過見證噶，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着啊嘛。記唔記得啊？喺個時候，我哋係實牙實齒，我哋話我哋決定因着信，我哋拒絕世界嗰啲嘅同化同埋誘惑。我哋話我哋因着信，我哋揀選過一個與所蒙嘅恩相稱嘅生活，記得嘛？其他第三位咧係影響摩西嘅女人咧，就係佢嘅姐姐米利暗。嗱，當摩西咧係被放喺呢個蒲草箱入邊咧係可能會順流而下嘅時候，姐姐米利暗就緊緊嘅係跟住呢個嘅 BB 仔，佢想知道咧係弟弟將來究竟係會點樣？嗱，當佢見到咧係法老嘅女兒，咦，發現咗摩西喎，佢就即刻咧好
好快嘅去轉數嚇，好聰明嘅一個嘅女孩子，即刻咧走出嚟咧，主動提議就話咧係不如我哋揾一個咧係希伯來嘅奶媽嚟到係去餵呢個嘅 BB 啦，佢係希伯來人希伯來嗰啲嘅奶咧可能啱啲嘅，唔會肚屙嘅食咗，可能佢咁講都唔定喎。但無論如何都好啦，呢個咧係轉數快嘅姐姐咧係咩？係佢一手係將媽媽介紹入皇宮去餵養摩西。你從來冇發現過一個嘅媽媽咧可以咧係有錢收嚟，但係餵自己嘅仔嘅係嘛？你從來冇見過，就獨有呢個嘅約基別，係上帝嘅安排咯，上帝嘅祝福咯。我哋話喂，係乜嘢動力驅使你米利亞咁樣做㗎？係親情啊！嗱，另一方面咧，係亦都相信咧，係出於佢對上帝敬畏嘅心啊！嗱，米利暗咧係之後咧係成為咗咧係好出名嘅女先知。佢有咁嘅成就咧，係當然啦，我哋相信咧係媽媽嘅功勞咧係即係功不可沒。但係咧係米利暗個人嘅追求，對上帝敬畏嘅心、渴慕嘅心，亦都係好關鍵嘅因素。米利暗係上帝所重用嘅僕人，上帝咧係除咗用佢嚟到係拯救摩西之外，佢同摩西亞倫都係被上帝所差遣喺以色列人嘅面前做領導嘅工作㗎。而事實係咧係米利暗喺以色列人嘅婦女當中係最有聲望㗎。嗱，記唔記得係當以色列人咧係出埃及過紅海嘅時候咁摩西咧就唱歌讚美上帝。嗱，嗰時咧米利暗亦都咧係拎住隻鼓嘭嘭嘭喺度打鼓，跟住帶住咧嗰啲嘅眾婦女一齊咧係唱歌跳舞去歌頌上帝。所以咧係米利暗嘅生命見證，亦都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好，最後一位第四位咧係有憐憫嘅心嘅埃及公主。摩西條命得以咧係去保留存活啦。後嚟咧係更加成為咧係以色列人嘅屬靈領袖。法老嘅女兒埃及嘅公主真係咧係功不可沒㗎。但係我哋問啦，佢身為咧係以色列人嘅敵人嚟嘅，點解肯收養摩西呢個嘅敵人做呢個嘅養仔嘅？嗱，好明顯啦，就係因為佢見到呢個 BB 咧，佢係流下呢個嘅同情嘅眼淚。我哋話喂，佢嘅憐憫嘅心係概括咗佢嘅仇恨同埋恐懼啊！嗱，原來咧係憐憫呢個字咧係原文有咧係進入對方皮肉之內咁嘅意思，即係咧係身同感受感受到別人所感受噶。嗱，我哋咧係好相信咧係姊妹嘅同情心係遠勝於弟兄噶，所以咧係好多時候咧係上帝係會用咧女性去建立一個人，但無論你係男性又好，女性又好，都應該學習同埋操練憐憫，因為咧係憐憫好重要噶，憐憫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噶。嗱，有人話過咧係憐憫係眾多嘅品德當中係最重要噶，我好贊成嚇，係冇一種彼得啦，係比憐憫更加具體嘅表現出基督徒嘅身份，因為咧係憐憫係上帝嘅本質啊嘛。聖經咧係好多地方提到耶和華係有憐憫有恩典嘅上帝，所以上帝咧係亦都期望我哋呢班屬佢嘅仔女有憐憫人嘅心。嗱，彌迦書嘅6章8節點講啊？佢話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嘅心，與你嘅上帝同行。嗱，憐憫嘅英文咧就係 sympathy 啦，其實係源自於咧係希臘文啦 sympathos， 基本嘅意思咧就係共同嘅，即係個 sim 啦，同埋咧係感受 pathos。嗱，馬利喬米路斯咧係對憐憫嘅定義係乜嘢咧？佢話對於他人嘅痛苦而內心咧係感覺到顫抖，懷着憐憫嘅人
當睇到其他人痛苦嘅時候，係唔會亦都唔能夠無動於衷嘅。傑克康費爾德就話啦，佢話咧係一個真正有愛心嘅人，係會咧係吸入世界嘅痛苦，跟住呼出憐憫。其實咧係要知道咧係其他人嘅痛苦，感受咧係其他人所受到嘅傷害，唔係一件咧係容易嘅事情，其實係好困難嘅。係有時候咧係憐憫，淨係要求咧我哋單純嘅好簡單嘅係陪住嗰個受傷嘅人，係耐心嘅去等候佢康復起嚟，體驗下佢哋嘅無能為力。但好多時候憐憫都會要求我哋做出一啲願意犧牲嘅事情，譬如奉獻出我哋嘅時間啦、資源啦，或者咧為咧係正義據理力爭啦，或者咧係好似嗰個滿有憐憫嘅好撒瑪利亞人一樣，為咗他人陪着佢哋多走幾里路，出錢出力付出時間等等。仲有關心其他人嘅時候，我哋必須係不斷嘅去反省，我哋去給予別人憐憫嘅動機係唔係正確呢？我哋需要咧係確定我哋嘅動機唔係為咗自己嘅需要，唔係為咗自己嘅利益，唔係為咗咧係成功感、滿足感或者係優越感，亦都唔係為咗咧係要得到別人嘅稱讚。神用咧係4位嘅女士去幫助屬靈偉人摩西，所以咧係姊妹們，千祈唔好睇小你哋嘅影響力，要發揮咧係神俾你嘅恩賜起嚟去影響你周圍嘅人啦，特別係嗰啲嘅男人啦。弟兄們，神今日咧係同樣係會安排咧係女人嚟到幫助我哋噶。我真係要咧係感謝上帝，點解因為咧我雖然唔係乜嘢咧係偉大嘅領袖，但係上帝喺我嘅生命當中都安排咗咧係3個重要嘅女人。過去咧就係我媽媽啦，而家咧就係師母啦，仲有我個女。3個唔知將來仲會多唔多啲，唔知。嗱，上帝好好噶，上帝咧除咗咧係安排4個嘅女人去幫助摩西之外，上帝仲安排咧係摩西喺皇宮接受訓練。喺摩西身上邊，我哋見到好多嘅巧合，呢啲巧合梗係從上帝而嚟咯。乜嘢巧合摩西被放喺嗰個嘅箱入邊，係確置喺河邊嘅蘆荻當中，係聖經話恰巧嘅，冇被水沖去，咁奇怪。仲有埃及嘅公主就恰巧喺嗰個時候咧係出嚟沖涼，並且咧係恰巧就動咗慈心，動咗憐憫嘅心。唔係時時動憐憫嘅心噶，喺嗰時恰巧就動憐憫嘅心，要收養咧係摩西做養子。咁摩西嘅媽媽又恰巧嘅成為咗摩西嘅奶媽。我哋知噶，冇咁多嘅恰巧噶，咁啱得咁巧冇噶，肯定係咩？肯定係上帝親自嘅安排，要摩西咧係進入埃及皇宮接受訓練，讓摩西係學習到咧係強大嘅埃及國嘅軍事政治戰術兵法管理等等嘅知識，目的係預備摩西將來係帶領幾百萬嘅以色列人出埃及。其實咧係要成為一個咧係叫人心服口服嘅屬靈領袖，係要咧係知識同埋生命並重噶，兩樣都要噶。生命嘅榜樣固然重要啦，但係單有生命冇知識嘅領袖係唔知道點樣帶領群眾噶。所以咧係上帝係咩安排咗埃及公主將摩西帶入皇宮嚟到係接受必須嘅訓練。仲有咧係上帝要磨練摩西
俗語話咧係玉不琢就不成器。嗱，孟子都講噶，佢話咧係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係勞其筋骨，苦其心志，餓其體膚，唔知啊，窮乏其身。你唔識解呢啲係中國嗰啲古文係咪？嗱，摩西嘅品格係真係有啲嘅地方咧，係需要上帝去琢磨噶。點解？因為摩西喺皇宮係學到咧係無人能及嘅學問啊，可以話係鶴立雞群，好犀利嘅一個嘅人物。所以咧係摩西就唔覺嘅驕傲起嚟。有一日當摩西咧係見到一個嘅埃及人，竟然係欺負自己嘅同胞，佢就發嬲，就一拳就可以打死嗰個嘅埃及人。但我哋話咧係，喂，摩西，無論你點愛你嘅同胞都好啦，無論你發嬲嘅原因幾咁啱都好啦，喂，你殺人就係唔啱啊嘛，對唔對啊？嗱，其實今日我哋都要好小心噶。就算我哋發嬲背後嘅原因幾咁啱都好啦，發嬲導致嘅破壞後果係唔能夠修補噶。嗱，香港咧有一個嘅婦人，因為咧係鄰居嗰個嘅太太咧，就成日懷疑佢同自己嘅丈夫有染，就時時咧就鬧呢個嘅婦人。有一次咧佢就忍唔住啦，就發嬲咧係將鄰居太太嘅耳朵咬咗落嚟。咁去到法庭嘅時候咧，佢就解釋啦，點解我咁嬲啊？因為佢無理取鬧啊！但係個法官話，雖然你係發嬲幾咁有道理都好啦，你咁樣做係唔啱，係犯罪啊嘛。你明啊？原因幾啱都好啦，幾好都好啦，都唔能夠咧係得到法官係赦免佢嘅罪，所以佢要咧係被拉入去坐監受苦。所以咧係摩西上帝一定要去琢磨咧係摩西噶，要幫助咧係摩西收下嗰啲嘅脾氣，唔好咁大火啊！係咪一拳就打死一個人攞命係咪？所以咧咁就上帝就要咧係摩西咧係首先咧係離開自己舒適嘅環境，即係 comfort zone。第二日聖經話，當摩西咧係見到兩個以色列人係互相傷害對方嘅時候，就挺身而出，就阻止佢哋。摩西以為咧佢哋會聽佢講噶，以為咧係佢哋會以佢為佢哋嘅領袖噶。點知呢兩個嘅以色列人就對摩西話啦：誰立你作我們嘅首領同埋審判官啊？難道你要殺我哋，好似殺嗰個埃及人一樣嗎？嗱，摩西聽到佢哋咁樣講之後，又失望又害怕。失望咧係因為知道原來咧係以色列人係唔接受佢作為佢哋嘅領袖。害怕，因為咧係原來佢殺死埃及人嘅事情已經係傳晒出去，好多人知道，咁法老王咧係會追究，係會處死佢噶嘛，所以佢就立刻咧係逃到呢個嘅米甸地去居住。今日我哋作為咧係領袖，好多時候都會遇到咧係類似嘅經驗噶。咩經驗啊？就係咧係會受到其他人嘅唔尊重啦、批評啦。我都唔知你講乜，係嘛？牧師你講到我唔知你講乜，你所講嘅冇乜生命力，都唔貼地嘅。你嘅分享對我一啲幫助都冇。哇！今日又係你帶查經啊？早知我就唔嚟啦。嗱，如果你聽到呢啲咁嘅說話嘅時候，你有咩感受啊？好多人就係因為咁嘅緣故去放棄啊，係唔做侍奉啊。我唔做啦，咁辛苦為乜啫？換嚟嘅只不過係批評。但係上帝係容許呢啲嘅批評臨到我哋，其實係幫助我哋更加謙卑啊。仲有摩西去到米甸居住，生活同皇宮相比，真係天淵之別，對嗎？皇宮過嘅係極盡奢華嘅生活，而米甸係一個嘅曠野，表示咧係摩西從此就要過咧係貧窮孤單落後嘅生活。
但係其實呢個係上帝俾摩西進一步嘅磨練。點解啊？因為咧係貧窮係能夠係磨練一個人嘅心智啊！嗱，今日咧我哋居住喺富有嘅國家，嗱，好多東西都覺得係理所當然㗎。譬如咧係一個人可以用一條毛巾，有屬於自己嘅牙刷、牙膏，去廁所嘅時候可以閂埋門，可以咧係坐喺廁板上邊去睇書、去聽歌，可以咧係日日更換衣服等等。嗱，原來呢啲咁嘅東西喺落後貧困嘅國家係一種嘅奢侈品嚟㗎。嗱，有一位咧喺中國落後鄉村嘅姊妹話，3個月佢都未換過一件嘅衣服啊！一個咧係耕田嘅弟兄佢成年咧都係穿緊同一套嘅衣服。不少嘅地方仍然係超過20人去用同一本嘅聖經。有啲嘅內蒙教會係下晝1點鐘先至聚會。點解啊？因為信徒要行6-7個鐘頭以上，先能夠係到達會場去進行呢個嘅崇拜聚會。散會之後又要咧係行6-7個鐘頭返屋企。受苦真係可以睇到一個人嘅心智㗎。嗱，今日我哋就好富裕，係咪啊？我哋係坐個嘟嘟車，唔使3-4分鐘就嘟到嚟呢個嘅教會，都要嘟到遲到嘅，係咪啊？6-7個鐘頭都唔遲到，係啊！受苦可以睇到一個人嘅心智。嗱，今日喺呢啲自由富裕嘅國家當中，領袖最需要係乜嘢呢？就係呢種嘅心智。嗱，仲有曠野生活係能夠咧係琢磨摩西嘅脾氣。嗱，喺曠野咧係人影都唔見，多見一隻。嗱，終日咧淨係咩啊？係對住一班嘅羊。摩西就算想發脾氣都好啦，都冇對象去鬧噶嘛，就喺空曠嘅曠野喺度大叫冇用噶，好似咧係石沉大海一樣，連回聲都冇啊！所以40年嘅曠野生活就令到摩西變得咧係好沉靜，乜嘢脾氣都冇晒。嗱，摩西原本咧係有驕傲噶，又容易發怒，但係經過被人拒絕嘅磨練，貧窮生活嘅磨練，曠野生活嘅磨練之後，嗱，摩西就變成一個咧係極之謙卑嘅人。耶和華都稱讚摩西，話佢係世上最謙和的人。40年嘅皇宮訓練，40年嘅曠野磨練，就預備咗摩西之後40年嘅精彩侍奉。即係弟兄姊妹，你有冇咧係反省過上帝係點樣預備你嚟到侍奉佢㗎？嗱，上帝訓練我咧就當然唔係好似咧係摩西咧係40年加40年啦，而係咧係10年加10年再加10年再加10年。嗱，頭嗰10年咧，我係好自卑嘅。讀書咧係科科唔合格，淨係咩試合格。我又唔夠膽咧係同人去傾偈溝通，我連舉手問先生可唔可以去廁所都唔敢嘅。嗱，之後咧，我遇到一個咧係非常之好嘅女老師，佢鼓勵我，肯定我。跟住咧，我就好似咧係脫胎換骨一樣，自信心翻晒嚟啦。咁成績就直接直線上升。咁第3個10年咧係更加係我嘅黃金時期，我就學咗好多世界上邊嘅學問，輔導學啦、管理學啦，喺教會呢邊咧又累積咗好多嘅侍奉經驗，喺教會成為咗領袖，喺公司咧係不斷嘅升職。嗱，嗰時我嘅感覺係咩呢？我覺得我自己好似約瑟嘅喎，喺我手裏邊咧係所做嘅凡事都非常順利喎。嗱，無可否認喺個時候咧，我就變得咧係驕傲起嚟，都幾驕傲。所以咧喺第4個嘅10年，對上帝對我嘅磨練就嚟到啦。我就遇到咧係好多嘅挫敗，經歷咧係媽媽姐姐突然嘅過身啦，經歷過咧係被公司炒魷魚嘅滋味啦，經歷過咧係侍奉嘅失敗啦，叫我睇到自己嘅有限，
叫我睇到咧係自己嘅卑微叫我咧係唔能夠唔謙卑落嚟。我深深嘅明白到離開咗上帝，我就一啲嘢都做唔到。我明白到咧係聖經詩篇嘅127篇嘅1節所教導嘅，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嘅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嘅人就枉然警醒。弟兄姊妹，上帝係好樂意嘅去磨練我哋嘅，目的係叫我哋成為佢手中合用嘅器皿。問題係你願唔願意被上帝去磨練，被上帝去使用呢？今日讓我哋一齊嘅立志話俾上帝聽，就話咧係上帝啊，我哋入邊有一顆咧係侍奉你嘅心。上帝啊，我係好樂意被你嚟到係去磨練去訓練，跟住真係耐性嘅讓上帝去陶造你啊，讓上帝嘅去操練你啊，唔怕辛苦，唔怕挫敗，唔怕困難，好使我哋真係能夠係成為上帝手中合用嘅器皿啊，好唔好啊？我哋同心，我哋禱告。上帝，我哋好欣賞摩西，但原來咧係摩西係被你用一段好長嘅時間嚟到去訓練、去磨練，佢先至係能夠成為你手中合用嘅器皿。今日我哋真係好願意嘅去侍奉你，我哋真係好期望嘅，同樣嘅能夠係成為你手中合用嘅器皿。所以我哋真係願意嘅去立志去話俾上帝聽，我哋係願意被你嚟到去裝備、去訓練、去磨練，就算係辛苦，就算係犧牲，我哋都願意。因為我哋願意嘅去侍奉你，因為我哋願意嘅係成為你手中合用嘅器皿，去做呢個嘅福音工作，係做呢個嘅建立教會，去建立你嘅天國嘅工作。求上帝你幫助我哋，悅納我哋嘅立志。咁啊，祈禱交託係奉主耶穌的聖名求，阿們。